我妈现在没有钱，很焦虑。一会儿蹦出来个事儿要花钱，一会儿蹦出来个事儿要花钱，一会儿蹦出来个事儿要花。工资不说，现在贷款就贷的就是这么多，或者第二职业或者干啥就没有。我想表达的是，他俩都面对着金钱压力，但是我爸不会，他爸给他呈现的是没有焦虑压力。我妈就会带给我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，就是尤其这几年就天天事儿太多了。就是这4年多时间，我妈妈走了，我妈从2019年的4月底做手术看病。基本上同步的就是悠扬，基本上就是医院加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去白天照顾我妈的，晚上回来我就会在车里哭一场，然后我再上楼。确实，就这2年，上有老下有小嘛，对吧？要顾上头2位老人，然后还要顾悠扬。当时他的那个状态超级不好，我就一心想救他，我就去找大师，找风水仙，把我卡里的钱全弄骗完了。悠扬，你的感觉呢？妈妈比较长时间的在那说，你觉得？我现在状态有点不太好，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，我有点害怕。现在就是那个角落有个人，我感觉有点害怕。他是在听我们讲话吗？还是他在观察你？还是他是来找你？就在那个角落，就待着。所以你也不会来打断我们，说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，我现在状态不太好。我平常都这样，我之前都这样，就是我不会说的。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扛着。